新疆和田流血事件，中共指责境外分裂组织参与，并采取了新闻管制，不允许国内新闻媒体对和田事件进行独立的报道，并严禁外国记者前往当地进行调查。对此，国际记者联合会提出批评，国际社会也呼吁中共当局增加事件调查的透明度。下面请看报道。18号，新疆和田发生的流血事件，民怨未平。连日来，中共指责境外分裂组织参与，并利用喉舌媒体援引中国反恐专家的话说，巴基斯坦境内的分裂组织和恐怖团体参与了7月18号新疆和田流血事件。国际记者联合会7月20号批评中共当局不允许新闻媒体对和田事件进行独立的报道，敦促新疆当局允许媒体就公众关切的紧迫问题进行自由报道。国际社会也因此呼吁中共当局增加事件调查的透明度。他不想真正的面对事实、根据情况来解决问题，他只有制造借口、制造因由、欺骗舆论。他不是欺骗国际社会，更主要他想欺骗国内人民。因为现在中国的国内人民是很多人是受蒙蔽的，很多人是不明真相的，以为中共在维护中国的统一。在维护是祖国不分裂。张凯臣原为中共辽宁省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，去年元旦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。他还表示，中共现在非常害怕藏族人民、蒙古人民、新疆维吾尔族人民起来反抗，所以中共只有欺骗舆论、控制舆论，才能使这种镇压持续下去。这个和田事件呢，本质上来说，就是中共专制集团对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一种残暴的镇压，而这个事件的促成是中共长期的对包括汉民族在内的，也包括藏族、维吾尔族、蒙族这些少数民族实行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，引起了这些少数民族对中共这种专制统治的一种反抗。而时事评论员林宝华说，中共一向是撒谎的，这是中共政权过去的习惯。特别是明明是他杀人的，总是说别人杀他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你要杀派出所的人是不容易的，你手里没有什么武器。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林宝华还表示，中共不会放任何人进来调查，即使调查民众有理，中共当局还是会搬出干涉内政之类的说辞。如果退一步，中共开放调查，他估计也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来。第一个，他一定会调查做好各种准备把一些会讲他坏话的人全部调走，然后把一些拍马屁的，甚至说的官员就冒充一些民众摆在这里让他们按照中国的官方说话。第二个，即使是有民众会讲事实，除非这个调查完了以后把这些民众都带到外国去，要不然你死后一定会受报复的。另外，美国维吾尔协会研究员雷格对媒体表示，中共的这种指控缺乏可信度。很多境外学者和观察人士都对所谓恐怖势力在新疆存在的规模，以及中国官员对此类危险的夸张程度提出质疑。新唐人记者刘慧、唐瑞、孙林采访报道。